現主是這台灣社會呢，公投是會當綁大選的。國民黨團甲民眾黨團佇這陣仔是提出5項公投案，想要拼年底佇9合一選舉的時要做伙來投票。因為這中選會主委游盈隆，伊其實頂日有公開表示講，這公投綁大選是一個趨勢，無想到煞引起爭議。今仔日早起，伊是解說講，這是外界理解的意思有小可重大去，同時也來呼籲立法院若白黨團呢要公投提案，也着愛斟酌來考慮咱選務系統敢有法度來處理。2018年公投綁大選引起選務混亂，後來立法院把修法取消，但是去年底立法院閣再三讀通過恢復公投綁大選。今年年底9合一選舉，國民黨團和民眾黨團最近也提出5項公投案。中選會主委游盈隆就表示，公投綁大選是必然的趨勢，選務人員會認真準備。但是這句話引起部分民進黨立委的不滿，認為公投攏還未成案，中選會違反行政獨立的原則。游盈隆也針對這件代誌做出回應。我們講說公投已成必然趨勢，講的是一種可能性大家也都很清楚，只要立法院這個在野黨聯手，將法案逕付2讀，然後送協商，它的實際的意思就是說，它很可能在今年被通過成為公投的提案。另外，針對今年11月28選舉，中選會嘛呼籲9合一的選舉是真複雜的，所以呼籲立法院若8人的黨團要公投提案，都要斟酌考慮咱的選務系統敢有法度處理。今年公投數量是1個恰恰好，2個有點多，3個受不了。請朝野政黨在推動公投的時候，也負責任的一併考量選務系統承載能量的極限。目前若8可能會提出5項公投案，那贏議題包括變形立法、反對廢除死刑、甲重新啟動核電。敗贏議題包括移轉投票、甲交通罰金專款專用。中選會指出，離今年底的選舉剩無半冬的時間，目前也當咧全力籌備，希望讓咱台灣民主的選舉會當順利進行。記者桂宗林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